虔诚的听众，较早。现在是正甲一声空中报告节目时间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今仔日我是要来甲咱各位来讲解六祖坛经。六祖坛经在前面甲咱各位所解说呢，就是已经讲解到正文第一页，正文第一页，上解每一节，上解每一节，就是讲到大师上宽精俗，但持金刚经，即自见性。即嘛呢，就是要对第一页上解每一字接落解说。就是得了成佛，一边慧能文说，俗世有言，乃望一刻痴银十两。以慧能灵长老庙医疗，到边往红梅参礼五祖。即嘛就是要来解说一个道理。得了成佛即句啊，应该是即自见性刷落来，安尼解说咧，咱才有一个连贯性。即位人客讲五祖弘忍大师咧，是常常劝伊的弟子，无论是出家在家。只要会当好来持金刚经啊，就可以自己来明心见性。一旦明心见性呢，就会当好来得了成佛。得了成佛这句话在前面，慧能大师自己已经有讲出来。所以慧能大师前面直接讲，但用此心得了成佛。这应该原来是深受五祖弘忍大师所讲的道理，所以叫做讲做得了。咱来解说讲做直接了当，安尼就真容易了解。安尼叫做讲做直接了当呢，就是讲只要你若是会当回来明心见性，安尼呢就直接了当。就会当回来成佛，也就是讲，你若当回来明心见性，根本呢，你无需要搁再用个其他的方法来去修，你就在迄个所在就可以成佛。明心见性，这就是明了自心，见了自性，也可以讲就是咱自性的显现。在自性显现迄个所在就可以成佛。这就是教所讲的即自见性得了成佛的意思。也就是讲，你若会当好来开悟，安尼呢，你就会当好来直接了当，会当好来成就佛道。这是这位人客对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话。所以，咱必须了解禅宗的教义乃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就是讲直接来指出咱众生的心，咱众生的心就是佛性。咱会当好来了悟咱众生心，会当好了悟佛性迄个所在，咱就是会当好来成佛啦。一边慧能文说，俗世有言，就是讲慧能大师伊呢听到这位人客甲讲这话，以为是俗世有言。这个俗就是俗世，这个世就是讲往世，就是讲俗世往世呢，甲佛有缘，甲佛法有缘。所以呢，伊听到安尼讲
就发心啦。这个熟悉有缘啊，这实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在前面我已经讲过，慧能大师虽然是听到一个技师伫伫上金刚经，根据其他的经本啊，就是说明讲，六祖听到迄个人上金刚经，上加应无所住其生其心，伊就得到开悟。那为什么较紧会当得到开悟呢？这啊，就是啊，因为伊熟悉有缘，可以讲就是过去毋知几生几世，已经有修学佛法的缘来。在这个所在啊，有2点对咱的启示。第一点的启示，就是讲，假如咱现时伫咧听经的时阵，感觉讲太拢听无啊，这就是咱甲佛法的缘浅。就是讲，咱接近佛法，可能是即世人开始，或者是咱前生啊，毋知是2、3、4人以前才开始呢。毋是讲从老早咱就开始接近佛法，所以咱就对佛法啦较清楚啦。因为较清楚呢，所以就无容易讲安尼随时听随时了解。但咱这个缘啊，爱直直甲静，直直甲深，直直深去，就像讲迄个树啊、顶根啊，直直顶，直直深共款。所以咱不管听有，不管听无，咱一直甲听。将这个佛法对咱的耳仔听倒入去，分析于咱的八识殿中。安尼呢，咱救字啊，咱对佛法呢就会当好增加了解。这是第一点啊，对咱的启示。对熟悉有缘这句话啊，对咱第一点的启示。第二点的启示就是讲，因为是熟悉有缘呐，所以咱对佛法呢真赶紧啊。有一个印象，对佛法真赶紧有了解，而且真赶紧当发心。有的人呢，一个听到佛法，伊马上就了悟；一个听到经典的道理，听到法师讲经，随时了解；或者是讲经典互伊看，注解互伊看，伊随时呢对当来体会。这啊，就是过去生中。毋知偌久以前所结来的善缘，既然是过去真久以前所结来的善缘，这个累生累世所积来的善缘啊，这实是真无简单。过去既然咱有迄个好的基础来，现就是爱好好来珍重。有的人呢，伊想这佛法我看就会晓啊咧，我听就会晓。因为随时看会晓，随时听会晓，所以对佛法啦，所无感觉稀奇，所变成讲无一个尊重性，也拿呢就变成讲12万分的错误。这点呢，咱爱深深去体会。所以假如讲咱呢，对佛法接触，随时呢就会当回来领会，看到经典，随时了解。安尼呢，更加爱珍重咱过去所来的这个因缘。在过去啊，有一段这个因缘故事，就是讲有一个法师啦，伊对《法华经》第一卷起，甲第4卷为止啊，伊安尼看着就了解，随时呢都去讲解。但是第6、第7这3卷呢，伊就敢若较清楚，要讲解遐道理啊，感觉呢就无容易。结果伊这个法师，就是讲前生伊对《法华经》所结的缘，是第1、第2、第3、第4卷，第5、第6、第7这3卷缘结无着。就是讲这个法师啊，在伊过去生中，本来伊是在畜生道，伫咧做一只牛啦。那可能是伊的机缘成熟，
有一天，寺院的所在啊，伫咧拍法华经，一罐一罐伫咧拍，七罐的法华经啊，拢批伫咧读，批伫咧拍咧，迄只牛啊，就行扫去闻迄个法华经。对第一罐的法华经，慢慢伫咧闻到第四罐，哇！去互内底遮师看到讲，迄牛伫咧闻法华经啊，所以使个啥人去互打了，经典会打歹，赶紧啊，就甲牵咧边仔去。安尼呢，第五、第六、第七这3罐变成讲伊闻空甲闻无着，安尼就是无结迄个缘。所以伊有闻会着即几罐啊，伊的缘真深，所以即马佫转生做人，因为过去做一只牛闻法华经的这个因缘，伊呢会当来出家修行，结果呢看到法华经随时了解，这可以讲就是宿世有缘啦。在这所在，六祖大师伊讲伊本身的宿世有缘啦，这最少应该有3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就是六祖大师对这部《金刚经》，我那是宿世有缘。当然讲宿世呢是甲这部《金刚经》无缘，唱连讲有人伫咧上《金刚经》啊，等于甲伊不相干，伊哪里会当来去听到，更加无法度来体会，这就是第一啦。伊甲这个《金刚经》呢是有缘。第二就是讲，甲迄个帮助伊的迄个人也有缘，因为过去啊，大家有结缘来，所以才肯帮助伊，肯帮助伊10两银啊，互伊解决因母亲的生活问题，使伊会当好啊，来去五祖遐来去学佛。第三就是讲，伊甲五祖弘忍大师，我那是宿世结来缘。师徒嘛是有缘呐，但是无缘嘛袂当结师徒。有真正侪人讲啊，我要来出家，我若出家，我要拜你做师父。你嘴甲应讲好啊，奇怪，到出家时阵，伊也无来找你啊，佮另外去拜一个师父去啊？为啥物啦？甲咱无缘，变成讲伊甲另外迄个师父有缘。六祖慧能大师就是甲五祖弘忍大师有缘呐。所以听到迄个上金刚经的居士甲伊讲，我金刚经是伫红梅东禅寺五祖遐得来，安尼呢，伊就想讲，哎呀，我要来去亲近五祖。伫遮所讲的缘呐，应该有这3种，这3种归纳起来，拢都是佛法的缘呐。下面讲乃望一刻痴人受了，所以呢，才得到啊，佫另外一个人，这个客当做做客官，就是讲一个人啦。招啊，摕银啊，摕10两互伊，讲伊慧能灵唱老庙仪量，讲伊摕10两银来互我慧能，使我呢来作为我年老母亲的姨娘，就是讲来作为伊穿衫食饭的费用，可能大是家己的厝啦，但必须爱穿衫裤啊，必须爱食饭啊。因老母已经年纪侪岁啊，本来嘛是慧能大师每一个就走去山里去采茶，这个茶卖钱啊。才摕来啊，饲因老母咯。现阵时伊要去出家，就无人好饲因老母，要安怎呢？所以虽然是讲迄个技术鼓励讲，你应该去亲近五祖弘忍大师啊。伊一定讲我要哪去啊？我去阮老母要安怎样？在迄个时阵，就有人发心讲来，我帮助你。你可以去亲近。我帮助你10两银。下面讲到便往红梅参礼五祖，
伊即马摕10两银互伊，就甲伊叫啦。讲你啊，就赶紧啊去黄梅迄个所在去参礼五祖，就是讲你去参访去礼拜五祖。佮讲一较白话，就是讲你啊去五祖遐出家，去亲近五祖来学佛法。慧能大师，所以啊会作为一代祖师，这就是伊的因缘啦。伊这个因缘就是对这个所在来，就是因为伊去卖茶，听到人讲经，在迄个所在伊有所了悟，结果啦，就啊有人提钱帮助伊，鼓励伊去五祖遐。伊本身虽然是讲有迄个缘，但是咧，若无外缘甲伊帮助。当然啦，嘛袂当来成就，所以这个内缘外缘啦，拢非常的重要。今晚咱就要来讲第三段。第三段就是慧能安伫庙壁，即便是为不经31日，便至方门礼拜五祖，祖问完。你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慧能对曰：弟子是岭南神州百姓，阮来礼事为求祝福，不求异物。祖曰：你是岭南人，又是隔了，若为堪祝福。慧能曰：人虽有南北。佛性本不难拔，隔了身与何相不同？佛性有何差别？五祖敬欲于语，请见道众总在左右，乃令随众作务。慧能曰：客何相？弟子自心相信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典。微心何相，教作何物？作因这隔了，根性太利，念经不言，着做唱起。慧能退至后院，有一行者蔡慧能破柴答对，经8月矣。这就是行游的第三段。就是慧能大师出家去参礼五祖，在参礼五祖中啊，甲五祖的一番的对答。慧能安伫庙壁，慧能大师自己安尼讲啦，讲我慧能啊，将我的庙亲甲伊安置好了，即便是为。讲就安尼呢，我就啊识别了我的庙亲，就啊违背我的庙亲，也就是讲离开伊庙亲的意思。可以讲是慧能大师伊的庙亲呢，我那是来做伊的帮助的因缘。可能讲慧能大师伊是要出家，也有10两的银，会当互伊做家庭的生活。伊的表亲人讲：我毋爱你的钱，我爱你踮厝里来甲奉台就好。哦，你爱乖乖蹛厝里，交做伴，迄当准备安怎？我相信咱现在是啊，有真正侪人要发心出家咧，拢会拄着即个情形。讲我都毋是爱你趁钱啊，我都毋是爱靠你饲啊，但是我爱你伫我身躯边啊，对我友好啊，但废去了。做不到离开，但是慧能大师的庙亲呢，真正有理解啦。所以呢，伊就啊准许慧能大师呢去出家修行。也慧能大师10两银摕转因厝里，将伊的庙亲甲安搭好了呢，就拜别伊的庙亲，离开伊的庙亲。
不经31日啊，便至访门礼拜五祖。讲伊呢，无经过30多日，也就是讲，大约啊，差不多30日，一个月的时间，伊就到达访门，将伊的神州到达访门。上述是讲坐车来讲啊，大若爱1暝1日，行路呢更加爱较久的时间。咱过客人真甘心啊，拢是即2支脚安尼直直行，因为伊要来去参拜五祖，要亲近五祖的心嘛，真恳切，所以伊离开庙亲了后呢，就认真行，免去行，差不多1个月啊。就到达访门所在，到达访门呢，就来礼拜五祖，在个所在啊，就向五祖来顶礼，该参拜，也就是啊，要来去亲近五祖，要去出家修行咯。祖问曰：“你何方人？欲求何物？”迄当阵五祖见到伊呢，问伊2句。第一句问讲你是啥物所在的人？第二句问讲你是要求啥物物件？也就是讲你是对倒会来，你要创啥？简单讲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你何方人？这句话呢，在做一个祖师要来教化众生方面讲起来，那是真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在咱中国大陆啊，迄个地真宽，迄个所在真宽，所在真宽，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人个性无共款。比如讲南方的人的个性，北方人的个性，一省份一省份的人的个性无共。因为个性无共，当然啦，要教化，必须都要适应伊迄个所在人的个性。来去甲教化，所以问讲你是倒位人，这等于是要探伊个性。欲求何物？讲你来这是要求啥物物件？这就是要问伊讲你来这目的是啥物啊？这句才是非常重要，因为来到神的所在，个人所求，个人不同。我相信咱一般来到寺院要求的啊，就是要求平安、求身体健康、求事业成功、求会当回来发财，或者是讲求囡仔考试及格，囡仔较乖咧，较有大汉咧，也是讲囝要去做兵啦，希望讲在做兵的中间会当好真正平安。我相信咱一般的人所求的咧是这物件。所以，伫这个所在，五祖啊，先问慧能讲：“你来这是要求啥物啊？”求的目的必须先了解，了解了，五祖毋但当依照伊所要求的物件来予伊啊。当然，咱这个三宝文中，咱的宝物太济了，无论是世间宝，无论是出世间宝。换即句话讲，你到三宝文中来，要来求世间的财富，也互你求会当着；要来求出世佛法，也求会当着。但是呢，必须要了解讲，到底你是要求啥物？可能讲伊所求的只是一般人间福报，也你摕迄个出世珍宝互伊啊，安尼就变成讲无符合。也你所求的是属于出世的无上妙宝，结果摕互你是世间的人间福报粗俗的物件，安尼也无符合。所以祖师啊，必须爱问你，这个也可以当作咱现主是要弘扬佛法的人的参考。咱有一个信徒来要来亲近咱，或者是讲有一个人要来出家修行，咱嘛爱问伊啊。你何方人？欲求何物啦？咱无妨啊。咱是学五祖、问六祖安尼，甲问看觅，到底你是倒位的人？
你来遮是要创啥？咱会当了解是倒位人，了解来遮是要创啥？安尼咱呢，才会当好来适应根基，来做一种的对机的教法。注意听先听众，就请咱各位暂停1分钟，或者佫继续来甲咱各位来讲解《六祖大经》。